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8月7日公司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今仔日早起来先赶紧来关心，连续几夜天大水呼士都无休困，花莲的秀姑乱溪溪水规个涨起来。昨昏有一个查甫人参加飘飘河活动，煞掉伫咧沙洲的石头顶，加在有顺利救起来。也那气象署讲，今仔日日时西南气流虽然会减弱，不过还是有雨，按说爱到拜三天气才会较稳定。 消防人员坐树林船驶过岔路的溪水，远远的所在有一个29岁查甫人吊伫咧溪中的大石头顶。本来伊是要参加飘飘河活动，却被吊伫咧小姑乱溪沙洲。好在在救援成功，人救起来岸顶，身体也无大碍。一名29岁男性从事飘飘河活动，在长虹桥上游约1公里处受困于大石头上，无法脱困。 本局立即出动风兵、瑞穗、光复、寿丰并且协同海巡以及空勤一同前往救援。最近中南部地区大雨落未停，毋那是花莲的小姑乱溪、台东太马里的金轮溪，水也同款涨正悬，大水也民族冲倒，民众去山区或者是海边溪边一定要注意，因为若落大雨，溪水涨起来就真危险。 自这个2月开始的西南气流造成落大雨，总共这2波降雨的高峰，逐天拢有毫以上的等级。在这2波高峰上大的27点前后累计降雨量，是伫高雄的桃园区小关山7站有到1037毫米。8月的日时，西南气流虽然会减弱，但过雨又完是落一个停一个。在苗栗以南地区，还是一个断断续续有一些阵雨或是雷雨的天气；而在北台湾的这一带，在中午过后一些热力作用的影响之下，也是会有一些比较明显的午后雷阵雨发展。所以像是在大台北地区，还有周边的山区，也要留意午后可能会出现一些大雷雨的情形。那在后续呢，其实西南气流所带来的这种降雨会逐渐的减弱。 气象署讲，8月暗时开始，太平洋高压就会慢慢增强。8日日时，因为西南气流所带来降雨就会减少。自8、3开始，天气就会慢慢稳定，恢复到一般的热天的天气。记者综合报道。咱那南部的雨势规通倒，高雄有真侪所在拢传出灾情。市长陈其迈建议行政院，把这届大水雨列入去丹那市风台灾后复原特别条例范围。 也若受灾严重的，还佫有冰桶舞台，因为溪水岔流，村长冒险霸伫咧怪手的脚仔顶过溪，甲村民送药单，互因会当摕药啊。 雨潮水一直下来，水势正岔流，大水甲本来溪沿岸边的土石拢乌甲空去，溪边的土地公庙的庙基也强要互伊冲下去。高雄的山区继续落大雨，那固定上山入口这2天一直有土石流，未付会清。陆续有清空，可是还是要一直滑落。这种状况在持续大概2、3天左右。 那古几落的这站西山累积雨量拢超过400毫米，大型机具继续特别清。市长陈其迈也到6股的中型里宝来顶地勘灾，了解灾情加灾损。安置是3104人，这个也破了我们高雄市在水灾这一个记录，也是可能还会再持续到今天的晚上。 山区几条道路拢未通，灾情正严重。陈其迈早去参加中央雨祸应变中心会议时阵，建议将07200雨祸列入丹那市风台灾后复原特别条例适用范围。嘉义县长王忠良希望中央到3港强化保住阿不了大白。排水的问题，那包括征讨来的怎么样让征讨的淹水，都会纳入到我们系统化的思考。那呈报中央争取经费，我们希望能够。 让我们嘉义县的抗洪能量越来越强。嘉义沿海到山区状况正多，除了阿不了大白有满出危险，嘉义阿里山乡新里村一条long路，受理到一半高发生土石流停来，德邦加李家村飞机公所的巴沙那连路道所变成一条溪，几条路有壁船落落去，可能会走山。已经下了7天希望我们乡亲出入的时候，我们非必要不要出入还是要注意本身的安全。 村长坐伫咧怪手的车道，怪手冒险飞过舞台2号桥桥卡，水正岔流，伊是要送药单予村民会当去摕药啊。屏东舞台大埔村内4月拢淹水，楼梯变瀑布。部落的青壮年，大家都秉持着守望相助的精神，在最短的时间内，都可以给予需要协助的家庭来去做一个帮助。那现在最主阮后山这个部分。
到尾寮山，遐水拢爱经过阮遮头前，水正加，但是排袂出。前一天就淹水的高树乡新丰村，水沙淹甲更加严重，看到厝附近规干那变做湖，村民真无奈，希望雨会当赶紧停，互因会当赶紧清理厝内。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长杜永泰昨回去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了解各地救灾情形。杜永泰讲，因为这阵啊风雨的灾情严重，行政院会通过大型洪水4年的计划。经过初二地灾性大雨的侵蚀，雨水冲入去台南新市区一栋公寓地下室的停车场，挡水帮拢无法度动，才几点真久，地下室10台车拢浸伫咧水内底。7、8点7点半那时候，应该水就已经过车顶了，然后10点的时候，整个地下室就已经淹满。即马3只，工作要搁调1只来，我搁新增1只大台，今仔要甲完成安尼。强降雨侵蚀，台南市中西区、永康区拢有灾情。安定区的港尾下游啊做大水，抽水站一直伫咧放。西南气流强，落大雨做大水。行政院长杜永泰初3早起到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主持工作汇报，这是各部会调派人员物资支援救灾。这礼拜通过未来4年大型洪水计划，加强内水外排抽水站设备。接下来这个礼拜，我们会通过未来4年的一个防水的大计划，以及丹纳斯台风的一些特别条例。我认为这个都是一方面因应现在大家看到的状况，也因应我们未来要整个更大幅度在历年治水工程之后，把这些源头、把这些末端工作再把它做好。专家讲，治水工程有一定的设计依据，而即嘛气候变迁，降雨量有可能超过原本所设计的雨量。除了治水工程以外，也让用防灾管理的手段来减灾。从一些法令规范制度面，针对一些土地利用的限制也好，或者是引导也好去做，比较容易发生淹水地区，这些风险要跟民众揭露。譬如说我们的工业区，或者民众单独设立一些高价值的工厂，尽量的不要在这些容易淹水的范围里面。专家讲，尽量是用法律的限制来避免工厂或者是商店设置咧淹水的监视区，也有建立警示系统，在淹水警戒时阵，随通知民众撤离避难，避免灾害的损失。这拢是非工程手段会当减灾的方法。记者综合报道。今仔做大水的，也阁有云林岛南，因为溪水涨悬，造成300户淹水。今仔岛6到2水这段，因为溪水溢流，甲铁基路淹去，造成火车停驶，一直到昨昏下晡才恢复通车。规条路拢是黄色土水，有民众摕沙包挡伫门口，就惊水继续淹到厝内底来。云林县岛南镇建国3路，因为拜六到礼拜大雨一直落，造成岛南镇南边的大口溪中起，溪仔水倒流，宣泄袂赴，造成大约300户淹水。这附近是只要大雨就淹，因为这种落雨毛水嘛，表示就是溪内底倒灌去阮的室内迄个排水沟，造成淹水。所以这个问题因为有几届啊过啊，我嘛足清楚的。但是一直拢还未想到改善的方式安尼。今仔岛南镇将军里一间真旧的技师啊，敢若袂当的大雨一直落，初3下晡点外钟雄雄倒落来，厝内61岁姓的护林人互插头跌掉咧，赶紧救出来送医院。来，小接住啊！来，经过这个风台后咧吼，已经有半倒啊，所以而且是大雨，我人内底可能泡，全规个陷落。因为大雨也搁咧落，林内乡岛6东溪也涨起来，大水嘛淹过桥面。下晡3点外，也甲林内火车站内底铁基路拢淹过，造成岛6甲二水中间双线暂时袂通。大致4点启动公路转盘车，后来淹水退去，第5点才恢复双向通车。我们林内2水间路线因为溪水造成经淹没轨道，那就是造成路线不好。另外，苗栗热门的登山步道黑岩山，最近受大雨影响，包含1.5公里、1.8公里，也有2.1公里的所在，拢发生较大面积边坡崩落。黑岩山登山协会志工最近陆续加设安全的警戒锁啊，林业署也已经采白啊警示，提醒山友莫越界，避免发生危险。记者综合报道。各位乡亲，刷来咱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受到西南风的影响，中南部甲外岛也是拢会落大水雨。咱来看云图。今仔日苗栗以南、片湖、金门甲马祖拢会落大雨。
气象署针对台南、高雄、甲屏东，还有偏乌、金门5个县市发布大雨特报。也若其他的所在是侪云到好天，高温差不多是31度至34度。也若嘉南甲大台北有发布高温的警示，过昼可能会落西北风，提醒乡亲都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尤其是中南部，要是会落大雨。继续来看，最近伫咧新北市出现真侪草命公，有网友就讲，为新庄、邦桥一直到土城拢有，甚至连厝内嘛看会到。新北市农业局讲，因为8月份天气较烧热，草命公生产真紧，是这个季节生态现象。看到一只草命趴伫咧窗仔门顶，民众赶紧用手机甲翕起来，因为这是因兜的窗仔门。伫徛过铁管门涂骹，拢看到真侪草命，好真侪民众惊到。新北市最近草命入侵，对新庄、邦桥、中和、福林大学一直到土城，拢真侪。进阳台的时候才发现，大概有我这个狮子大的，好像很少看过耶。我们是住在土城金城路上面，然后最近的话，经过那个金城路上面的时候，已经有2次是直接跳到我身上。去年的时候完全没有这个情况，所以今年碰到的时候我还蛮惊讶的。真侪人甚至徛家住伫咧悬楼层，也是看到这挂草命。新北市农业局讲，这应该是一期热黄，中央政府并无解列这农业害塘，农会也无接到农友通报农作物受损，数量常常变较侪。专家讲，可能甲天气有关系。可是因为干旱，它就不孵化，它就进入到类休眠的那个状态。可是呢，突然来了一阵的雨季，比如说开始很频繁的下雨，因为聚集了好长的一段时间，所以一起孵化出来。所以一起孵化出来，你就会发现说，哇，怎么那个虫的数量比原来多很多。专家讲，因为草命唔是出现伫咧农业区，免啥担心负面的影响。农业局是讲，因为8月高温的环境，草命对成长速度较紧，算是季节性的生态现象。但天气较凉或者是落雨，数量就会变少。不过民众是希望一寡草命上好卖来厝内。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各位乡亲，再来咱来看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连续几啊天落大水雨，南部的灾情严重。到昨昏暗时为止，已经造成4个人死亡，74个人受伤，还佫有3个人失踪。那高雄无林7天的雨量是超过台湾一年平均的雨量。来看自由时报，有风声讲，内政部最近按算要修正相关的规定，以后中国人若要申请登记入咱台湾的国籍，除了爱放弃中国的户籍，中国护照嘛爱注销。过来看中国时报，根据军方的消息，台积电伫咧德国投资设厂了后，德国同意卖战舰主机甲战模件予台湾，各造战舰有机会用德国制造的装备。过来看中国不时派军机来扰乱，今年4月份佫发动围台军演。根据美国华府智库的报告，因模拟中国为海峡封锁台湾，因讲咱台湾的天然气都无10天就会用了。建议都要改善能源无够的问题。中国伊日侵了台湾，国防部设立发布查到强机11架次，其中超越海峡中线进入西南空域4架次，结合强艦7架出现伫台海，国军严密来处理。毋但安尼，中共官方媒体央视也公布强军演练联合防空。强军结合各种军兵种出动军机、军舰执行封锁突击任务，画面要拖到今年4月，中共发动围台军演，挑战意味是真高。强军想尽办法想要封锁台湾。美国华府智库 CSIS 兵推报告就模仿中共对台实施海上封锁，讲到台湾的土炭甲炼油分别伫7礼拜甲20礼拜会用尽，也若天然气伫短10天就来用完。我们也必须思考说，未来如果在封锁的状况之下，那怎么样把能源做调配，让一般的民众跟关键基础设施能够在遇到重大的这个天灾或者是冲突的时候，能够有效运作。兵推报告警示，能源是台湾能力上弱的一环。CSIS 资深顾问阚思恩建议选项包含核能，也有强化电网，或者建议应对天然气落手，提升台湾能源的能力。
我们现在天然气的接收站大部分都是在我们的西海岸这一带。那如果今天西海岸在一开始在作战的时候就遭受到不管是飞弹啦，或者是这个远火的一个攻击，的确会让我们造成一些问题。所以我们是不是要增加在东海岸这个地方，在东岸也要有的天然气的接收站？由台湾前挖矿能源的进口，伫战时阶段开互强军注意到。学者讲，政府应该同步来检讨能源的政策，确保能源稳定供应。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咱要来关心以色列极右派国家安全部长班吉维尼，初三的时阵伫咧耶路撒冷的清真寺祈祷，伊这个举动等于是直接踏着红线，挑工挑战以色列穆斯林当局几十年来依次宪宗的安排。小型犹太人组织圣殿山管理局所发的这段影片，看到以色列极右派国家安全部长班吉维尔带一群人伫咧艾格萨清真寺的医区内面行叮当，敢若行伫咧遮祈祷，希望和哈马斯领走的连日会当被放大，并且拍败哈马斯。但是无法度确定影片是真假。סרטוני הזוועה של החמאס באים על רקע דבר אחד, הניסיון שלהם ליצור לחץ על מדינת ישראל, ואני אומר דווקא מכאן, מהר הבית. המקום בו הוכחנו שאפשר לעשות ריבונות ומשילות. דווקא מכאן צריך להעביר מסר ולדאוג שכבר היום כובשים את כל רצועת עזה, מכריזים ריבונות בכל רצועת עזה, מורידים כל חמאסניק ומעודדים הגירה. 包括约旦、土耳其加沙特阿拉伯等几多个穆斯林国家，拢谴责班吉维尔这种霸人的行为。约旦外长强调，以色列对神圣的艾格萨清真寺并无主权，并且警告迄寡一直针对耶路撒冷的伊斯兰教加基督教圣地霸人一个非法的违规行为，可能会遭受后果。班吉维尔经伫咧犹太节日圣殿被毁日来到艾格萨清真寺，犹太人一般伫即天拢会禁食来哀悼几多世纪进前伫咧遮被摧毁的两座古老的犹太圣殿。艾格萨清真寺是中东正敏感的圣地，这嘛是由约旦的伊斯兰宗教慈善基金会负责管理。照以色列甲约旦之间行几多年的协议，犹太人甲其他非穆斯林应该伫特定时间内面入去这座清真寺的院区内面，因过袂使伫咧内面祈祷，或者是展示宗教的符号。基金会讲，包括班吉维尔在内的另外1250个人伫内面祈祷、发声、跳舞。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继续来关心智利发生炭坑崩塌的事件。在当地时间初一，中部一个炭坑差不多地下900公尺深的所在崩起，迄当阵当局是随派100多人投入救灾。不过详细的消息，目前是已经确认掉伫内底5个炭矿夫已经全部不幸罹难。意外发生了后，炭坑所属的智利国营铜矿公司随下令停止所有作业，全力来展开抢救行动。到入面着超过100人。外电报道指出，业者伫事件发生了后，用特殊的装备正确定位调伫内底工人所在，随即来进行抢救。Toda atribución de responsabilidades, todo tipo de quién tiene la culpa de por qué sucedió esto, se tiene que saber, lo conversamos con la familia, tiene que haber justicia y claridad. 智利政府强调，智利的铜矿开采讲是全球上安全的，工人伤亡率是0.02%。根据外电报道，起倒崩落前一天，也就是7月31日，被传出 M4.2 地震，是地壳自燃的能量释放，也是采矿作业所造成的，也等待调查。矿工团体认为，智利的矿场安全以外，也有真大改善的所在。Bueno, es una tragedia la que estamos viviendo, es algo que no nos gustaría o no nos hubiera gustado que hubiera ocurrido. Lamentablemente ocurrió, pero estas tragedias tienen que darnos aprendizaje, tienen que darnos enseñanza. 公视新闻徐嘉玲编译。来看阿根廷，从4月份开始，就有几啊间病院甲疗养院有患者用止痛药啊芬太尼了后，病情向恶化，目前计共有54个人死亡。当地卫生部调查了后，发现这芬太尼受到细菌的污染，而且这内底有掺假的药啊。不过，这个案件是无人去用起诉，所以真侪死者的家属在病院挂口抗议。
伫医疗上红广泛使用做麻醉和止痛药的芬坦尼，因为伫病院系统经营的时阵受到污染，造成阿根廷有54个病人死亡。因的家属伫拉普拉塔这间病院外口在抗议，因为内面有15个死亡病例都发生伫遮。家属的目屎戳戳滴，大美政府虽然真侪摆突击搜查药厂和药局，但是伫经过3个月调查了后，所共款无去起诉甲假药掺入去内面的分销商。Nosotros, pasado 12 de abril, perdimos a nuestro hijo, en la cual él estuvo en terapia intensiva con un tratamiento de fentanilo continuo. Falleció en 3-4 días, estuvo descompensado totalmente, con una infección general, falla multiorgánica que no supimos de qué se trataba porque ni los médicos nos supieron decir. Lo que sí se sabe es que la contaminación provino de la ampolla cerrada de fentanilo, del envase que es una ampolla de vidrio cerrada y ahí contenían las bacterias que son las mismas. Luego hicieron las pericias en las muestras de los fallecidos, ¿no? Tenían las mismas bacterias. 对4月中开始，阿根廷的卫生部就接收到真侪省至少6间病院和疗养院的通报，因为受到污染的芬坦尼死亡的病例，而且伫假芬坦尼内面验到2种抗药性的细菌，病人伫插管治疗，也是伫加护病房的期间，只要使用和这2种细菌污染的药啊，就会造成致命的感染。另外，卫生部是查出受到污染的芬坦尼至少有3批，药厂和实验室这分销商所有的营运拢互暂停，而且要求因爱甲这药啊对市面上拢总撤回。芬坦尼做止痛的药啊，伊的效果是比海洛因悬出50倍。接受调查的厂商表示讲，因推测是药厂受到破坏，嘛已经准备相关文件和生产流程的档案要交予法官。另外，法官嘛要求卫生部提供对4月开始，因为受到污染的芬坦尼造成细菌感染住院的所有病人的资料。公司新闻新罗贝编译。今年是天主教25年一届的喜年，教廷办庆祝的仪式，有146个国家、成百万的少年人去参加教宗良14世主持的弥撒。第4个军用直升机降落伫个杜维加大学的空地，教宗良14世落飞机了，随坐这台伊专用的无冚盖的车，未输是摇滚名气同款接受全场群众的欢呼。天主教的喜年庆典每25年办一遍，今年的庆典有146个国家的青年来参加，以欧洲上济，不过也有真侪青年是来自战争甲冲突的地区，包括中东、缅甸、乌克兰、南苏丹。教宗希望全世界少年人用友谊化解对立。L'amicizia può veramente cambiare il mondo. L'amicizia è una strada per la pace. L'amistà è il cammino per la paz. 因为真侪来参加的人是来自西班牙语的国家，教宗除了用在地意大利语致辞，伫台顶讲话时阵，有几多段是用西班牙语讲的。Hace siglos, San Agustín captó el profundo deseo de nuestro corazón. Es el deseo de todo corazón humano, encontrando a Jesucristo. ¿Cómo construyó su futuro? Siguiéndolo a Él, Jesús, su amigo desde siempre. 这嘛正拄好是北半球的热天，澳洲天气正热，就来参加喜年庆庆典的外国青年，因为天气伤热破病甚至死亡。Maria, ventenne, spagnola, e Pascale, diciottenne, egiziana. Entrambe hanno scelto di venire a Roma per il Giubileo dei giovani e la morte le ha accolte in questi giorni. Preghiamo insieme per loro. 为了要招待上百万来自各国的民众，意大利差不多是全国总动员，当地教会也动员1000位神父，用10几种的语言主持参加者的参会仪式。公司新闻徐嘉玲编辑。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带各位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国际移民组织驻也门官员指出，有一只载154个非洲移民的船，要去波斯湾的国家讨生活。不过，煞伫咧也门的外海沉去，造成68个人死亡，也有74个人下落不明。叙利亚今仔日搁一届爆发教派冲突，造成2个人死亡，7个人受伤。这是当局7月份宣布停火了后，头一件因为教派冲突历史有人死亡的事件。来看前中国驻南韩大使邢海明，
最近伫咧北京的韩中高站论坛，讲南韩都要想办法来管制反中的势力。现在南韩总统李在明这个月会去华府甲川普会谈，可能会讲到调整驻韩美军，牵制中国来应应台海冲突的议题。镜头转来咱国内，美国要甲台湾扣20%的对等关税，敢有机会降低咧？国内业者拢真关心，而且说落来，美国要公布232条款，可能会甲半导体扣重税。大方认为讲，川普上空上芳，要逼半导体刷去美国来制造。美国宣布8月初开始，台湾对顶关税税率暂时是20%，比附近日本、韩国等竞争对手较悬，引起市场关注。不过专家表示，台湾出口美国差不多75%产品是伫美国贸易扩张法第232条规定内，所以对顶关税敢若是开始，所以去2礼拜内要公布美国232条款半导体关税，这是影响台湾上关键的时阵。晶圆代工的全球市占率，以台积电来讲，就已经高达了67%。无论是台湾或者是南韩的话，都恐怕会是232条款的一个。直接的受害者。专家表示，美国232条款是用来调查进口产品是不是危害国家安全。那产品对美国威胁严加扣关税，和进口量或者其他方式保护美国。美国总统川普目标就是要扩大半导体等产业去美国投资。市场有估，川普会对半导体税率拍算向分年倍数调起的模式。对了关税，台湾还阁面对汇率变大的压力。昨天晚上公布的美国就业数字，那因为很差，所以让美元有明显回落，所以有可能，下礼拜一可能股市下跌会冲击汇市。专家认为，目前台湾对顶关税20%，甲东南亚国家同款，可能是川普政府为防止中国出口生产地采取的措施，打算就这个国家建立对中国科技业封锁的缓冲区，因为美国232条款牵涉半导体等战略物资代币贸易谈判，要有真长的参详过程。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赖清德公告10月底进前会普发现金1万块，不过行政院讲会提出特别条例修正案，有风声讲是要加入排富条款。也那国民党立委当局顶讲，行政院若甲普发现金这条修掉，伊就会提案，甲国土安全准绳的1500亿摕来分现金予民众。立法院进前3度通过强化轮性特别条例，规定每人普发现金1万，今年10月3日进前完成。总统赖清德已经依法公告，不过行政院表示会适时来提出释宪，也会提出特别条例修正案，强行为普发现金投下变数。国民党立委陈玉珍强调，若行政院修调普发现金，会提案甲国土安全论性1500亿换做普发现金的财源。不用举债，同时也可以不用让民进党的绿油友们从中来赚钱，可以让百姓真正的拿到结结实实、踏踏实实的1万元现金。陈玉珍讲，要编国防预算，会使另外编，用专门法律来讨论用途。因为咨询团是行政院提出特别条例修正案，推着普发现金纳入排富条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质疑，行政院经用媒体来测方向。因为民进党立委林俊贤认为讲，排富符合社会公平。普发现金1万啊，不管你的精神是要来刺激消费或者是社会福利，那么都应该要排富。在过去的几次做法也都是有排富。到目前为止，全部都是空中楼阁嘛。你要提什么修正案，你就大大方方提出来啊！怎么连一个影子都没有？就透过媒体要打草车风向。有关未来特别条例修正，行政院人士搁再讲到，会以国家财政结构、各项事情优先的顺序甲调研沟通方式，最具体有效调整。行政院赶伫本礼拜送出特别预算，送请立法院审议。记者综合报道。这1万块就也被发给民众咧，就先去互诈骗集团摕去拐钱，用假信骗民众点入去假的网站、留信用卡等等的个资。也有民众听到讲，这普发现金1万块的这条钱，会当先借出来摕去投资，提醒民众这些拢是假的，千万都唔通去互骗大耳。他这种病比较特殊，还叫我去看看，说我能不能帮他。治疗亲情的囡仔破病真需要钱治疗，婚姻人真着急，欢呼文人领钱，规心敢若想要救人。姐姐的小孩生病，然后要100万，那有什么病你不知道？当然我们也很谨慎了，我还有病程我就来付钱，我还可以这样子。
本地人讲有小心处理，不过连地内病情拢也无啥清楚，就要提出上100万到3天。无法具体说出就医医院及联络方式，前后说辞相当矛盾。经员警说明相关诈骗案例之后，女子惊觉遭诈。警方到现场可能点醒70多岁本地人，莫互假真正骗去。不过早起的出头真多，更加地种发生的代志骗人。破获现金1万，明明也未实施，诈骗集团却是先一步摕来做钓利，发一个简讯假设网站，骗民众点击，骗人这信用卡号加个人资料。我们公司呢，它是负责这个存款保障的一个保险，那跟这个政府的普发现金的一些行政作业是没有相关的。中央存保防冒名，也互因赶紧来发声明，强调就算政策实施，也未经手这相关的业务。加在这类钓鱼的简讯，初步也无人互骗去。也过用破发现金来骗人，手法哪这种？有的民众可能会以为已经发了，或者是可以什么预先申请啊、预支使用之类的，他们就是利用跟民众这个资讯落差去做诈骗。警方接到报案，由诈骗集团讲，这笔现金会用提前来有缴，所以讲骗人投资已经有受害个案。记者综合报道。昨晡伫咧台北捷运的北门站有旅客坐电梯，电梯落楼的时阵是雄降价真紧，旅客是惊一跳，加在伊人是无啥要紧。然后台北捷运公司回应讲，因为台电送电有各样，才会发生这个意外。台电嘛证实电压确实有变动，不过详细原因还要厘清。电梯拢是人总外到无共站，互民众坐捷运方便，四个坐车缩短时间。对老人、有心的年人、行动无方便的人，电梯尤其重要。准确是有旅客坐电梯行到要死。电梯里面只有我一个人，然后就很像大怒神，就是瞬间往下掉。我现在搭电梯应该是说我不会一个人的时候进去，对，因为有一点害怕。出台坐电梯伫北捷北门站，旅客林小姐讲，早早早起11点外坐电梯，雄雄传来爆炸声音，所来一时仔就落落去。伊都徛伫中央，手也拢是粉尘，赶紧去紧急电铃来反应，电梯才开始慢慢来下降。我是没有碰过，但他们这边是常常维修电梯。很多东西都是等到发生状况的时候才要去做，它平常应该要做的。遇到电梯急速下降，旅客有惊无险，无因此受伤。不过北捷电梯出包，并且是维修检查是不是落实，也引发注意。经过北捷公司调查，指出这个专案造成事故主要原因，出自台电供电无正常。台电端电压瞬间压降，期间捷运北门站一部电梯抖动停顿。至于黑色粉末，是电梯震动风扇上基层由出风口吹出。特高压的线确实有电压的一些这个变动，但是它是没有停电的，但是电压的变动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末端的这个用户设定的比较敏感，就有可能会造成他们的设备去做影响。台电证实电压一度出现变动，不过详细原因也伫调查。北捷也补充说明，旅客讲的爆炸声来自电梯自主安全保护机构动作所产生的动车声音，不是爆炸。准电梯的设备已经恢复正常使用。记者综合报道。即马热是旅游的大月，根据观光署的调查，去年来台湾的外国游客差不多有785万人次。不过，观光的消费却是比疫情进前减30.4%。值得注意的是，外国游客一个人一日的消费嘛比疫情进前较少。都有学者分析讲，疫情了后，因为即卖游客较注重旅游的体验，较赢过买物件。座位区的人坐甲拢满满，一早起真侪人就要来食烧饼加豆奶，真侪观光客来台湾上爱买食的。Bite for breakfast this morning. We got the rice bowl. Very nice, very nice. But Taiwanese food is very nice. 通常都是吃的多了，对啊，因为台湾很多吃的外国都买不到的。大概买个什么凤梨酥吗？凤梨酥。还有这个太阳饼。观光署公布2024年在台湾旅客消费调查，去年超过785万人次，观光支出总共100.28亿美金，换算台票3220亿，也是比疫情进前减30%。平均一个人一天的消费比疫情进前也减6.68%。新南向的18个国家消费占比要到36%。观光产业联名分析，疫情进前中国客购买力较强，疫情了团客无恢复，是消费金额降低原因之一。今年台票国升，观光客消费国较低。其他的市场的旅客，他们比较不是那么喜欢购物而且就是说，这个整个疫情后的这个转变，变成是自由行的客人比这个团体旅游的客人来的变多那自由行的客人，他们就是
喜欢体验。台湾本身在一般的，包括像这个纪念品，或者是我们整体的这些饮食啦、住宿等等，品质提升也会让这个国际消费者愿意多花钱在台湾。观光学者讲，疫情过了，旅客较注重观光体验，消费电动是排第2，这是全世界的趋势。建议在提升咱国的观光市场品质，送一寡有在地特色的体验行程，也个纪念商品，才能增加游客购买力。公司新闻综合报道。来看台北建国休困日的花市，自只起到年底推广减用塑胶的活动，各类民众会当家己扎环保袋仔，也那环境部卖摆摊，准备5000卡袋仔，互民众会当借来用。8月下晡的台北建国假日花市，为少民众专工来买花卉实物，大部分的民众是用打商提供的用一盖塑胶袋甲花挂灯厝。我会带一个比较大型的拖车，现场看的话，看的东西跟你预期的有时候不一样，这样子，所以有时候可能还是会利用那个卖家。来这个建国花市呢，大概一天大概3万人，那我们有派同仁来这个地方一个一个去算，大概只有1.5% 的朋友他自己会带自己的环保袋，不用塑胶袋，这个比例是真的有点低。环境部长平克明讲，有98.5%的花市消费者使用真济用一盖的塑胶袋啊，看得出来这个减塑观念无用伫日常生活。为这样代志，8月7日开始到年底，伫遮推广减塑活动，除了家己准备环保袋啊、二手袋啊等互使用，环境部会伫遮设档，民众扫 QR code 加入会员，就会当借用存款袋。会有5000个环保袋，来这个让民众看是要采买或者是要来租用。建国花市主题会229个打商，有121单加入响应。打商连线时嘛讲，家己会为厝内扎纸袋啊，互消费者使用。今天早上就卖了5-6个了，5-6个纸袋卖光了。环境部讲，拢总1年半的减塑计划，毋望用公私协力分阶段来推测，甲建国花市打造做亚洲也是全球的减塑示范花市。头一阶段目标就是今年底，家己准备环保袋仔的消费者，会当为1.5%提升到10%。记者采访报道。咱国血压、糖分甲血油悬有带相关症头的人有超过850万人，这对健康有真大的败害。为了应对病症，健保署署长赵宗良宣布，为9月7日开始，有一种新的吃血油的药啊，健保会扩大给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3股加上心血管相关疾病，每年健保支出达到3400亿，统计超过850万人得到相关的疾病，将做民众上大的健康负担之一。为了应对疾病，健保署长赵宗良初三宣布，9月7日起的扩大给付废止新药 PCSK9。LDL 要超过135以上才能用，我们把它降到100以上就可以用。好，那么当然它有前面的另外2线的药物用过，那么顽固型的，那么我们再把它加上去这个用药，那么可以降低这个心血管的风险。政府估头1年到第5年收费人数对1791人到5005人，药费是1亿增加到4亿3000万，使用原则上受部分的限制。不过，今年3月7日，健保署再度扩大对着初期的慢性腰疾病的 SGLT2 白糖药，医界确实反映讲有算有3亿，到总敢若用45万，因为这个用药限制伤衰，部分的朋友无法度来使用。收案在这个初期慢性肾脏病，或者是pre-ESRD， 肾脏的功能要在25到60分之间，还有它的蛋白尿必须要200到5000。那其实它等于是它不是或，它是且。所以在这样状况底下，其实我们符合给付规范的这样的个案，其实真的少之又少，越早越好，越晚越糟糕。根据统计，糖尿病人每年问诊爱用健保5万点，不过若是爱洗油脂就要用到53万2000点。医界建议放宽条件，及早来使用，才有法度减慢这个疾病影响，并且会伫最近总业协商时向健保署搁再提议，希望会使予更加多朋友得到帮助。记者综合报道。即嘛是休热，关怀文教基金会伫咧中华台语文园区办台语童军营的活动，要来培养学生野外求生的能力，而且在全部拢用台语来训练。
囡仔人认真咧拍角，有人是咧学安怎打天道，嘛有人咧做古早时代的弹石仔机。关怀本教基金会伫校内时举办台语童军营活动，教学生基本的野外求生能力。阮即马做的迄是罗马炮，这是以前罗马迄边的人迄工程的那个一个武器。若是阮伫外口就是可能无早物件去看附近有啥物会使用到的物件，咱就会使用你伫这童军学到的知识，伫野外拄到问题就会使解决安尼。关怀基金会表示，111学年度开始，本土语言纳入中小学的必修课。因过去办野队拢是受国校以下学生，今年特别设计台语童军课，开放中学的学生参加，希望为学校延续到生活当中，营造学生多元的台语学习环境，会当来探讨无共领域的台语讲法。即马学校嘛已经开始伫中学原来有要求啊，所以接续，阮希望佫可以会当伫实际的即个运作的中间来用安尼，我感觉这是阮真期待。这个是一个童军的野队，不过因为之前较无这种童军的主题使。就是互人讨论，会当加办一寡主题呀，对，就会使有更较一个讨论嘛，会使互大家的思虑更较完整安尼。即届童军营安排3天的活动，有学拍角、安怎伫户外找方位，佮有处理空隙等等。基金会表示，透过活动要互少年辈学到野外生存的基本知识，嘛实现用台语来学万项台。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讲到好的剧本，嘛就爱有热度的演员来扮。为着要培养新世代台语演员，台语台为5月份开始办表演班，希望打破大众对台语的想象。所以来会伫咧高雄开课，栽培更较侪优秀的台语演员。烧金对恁来讲，敢若真简单。我爱头一摆烧金，到大也袂发生呢。烧金是一种礼貌，毋是每个人拢食敢。是恁想保守啊！对同配的过程关心朋友的生活，这是舞台剧《收配快乐》。舞台中12位表演者拢是台语台表演班的学员，有的人已经有演出经验，嘛有因为兴表演专度来的。有学员讲用台语学表演的时，才发现感情表现颠倒有法度戏愈深，嘛有学员希望未来台语演员的戏路通愈来愈快。用台语的时阵，我就是最有感觉的。较高考较高好啦，较高好较高笑，就是比华语搁较有感觉。以后无可能拢一直拢做迄落幕的戏，也是其他呀。即摆有足侪无共的戏出，就会当有搁较侪无共款的演员来加入这个表演内底。台语台这几年推出真侪无共类型的戏出，亲像盐水大饭店、成功路上，也有拜六礼拜等等，反应拢真好。都是希望大众对台语的想象，莫干那限制伫咧乡土剧。毋过有好的剧本嘛，就有优秀的演员。为着要培养新世代的台语演员，台语台自5月开表演班，训练3个月，希望这台语演员未来通伫咧影视市场顶进发展。咱应该要有更较侪以台语为主的剧本。伫咧表演世界内面，你要先介意你家己，你要先知影你家己好伫咧倒位，好伫咧什么所在。台语台表演班，然后过来嘛会伫高雄开课，打算9月会当开始报名，11月开学。希望透过培训台语演员，伫咧台湾各地点子，打破华语主流的影视版图。记者卢尚如、郑准由台北报道。那讲到狮这种动物，看到是真歹，不过伫咧泰国煞是有人饲来做动物伴。其实这伫咧泰国资本都是合法的。不过，因为即马数量愈来愈多，目前全国差不多有400多只，而且甚至有动物走私、甲安全等等的疑虑，嘛引起关注。一个主人将热情的一直甲伊的宠物梳头，不过伊饲的唔是鸟狗，是互人叫做百兽之王的狮。เลี้ยงเขาได้เพราะเขามีความขี้เล่นความน่ารักเหมือนสุนัขหรือแมวเลยแต่นิสัยจริงๆจะเหมือนสุนัขมากกว่า饲2只狮，一只狮虎混种的塔努瓦特，是一位 TikTok 的影音创作者。伊的内容主要是人甲狮的互动，有300万人追踪。真侪人影片看了，拢袂记狮是一种野兽。泰国是准合法饲狮定名兽，
这几年有真侪人伫咧动物园、养殖场，甚至是动物咖啡厅内面饲。这几年数量就增加超过3倍。影片内面的内容，互大家就是使食温顺，所以有更较侪人饲。不过动保团体警告，怎么有真侪人流行要饲狮，不过对饲的人甲动物拢真危险。It's terrifying to imagine if laws aren't changed, what the situation is going to be in 10 years. And we have interviewed traders who have given us prices for live and dead lions and have told us that they can take them over the border. 因为泰国官方的管理真严，真侪狮伫咧登记了后，拢无法度追踪。真侪专家也怀疑，这款进口的狮到底是走去倒位？调查也发现，规个东南亚走私的情形不止啊严重。ฟาร์มใหญ่แล้วทุกคนก็เข้ามาซื้อเราก็กลายว่ามันก็กลายเป็นเหมือนธุรกิจแบบรัดตัวเราไปเลยอะไรเงี้ยค่ะก็เลยมาเป็นธุรกิจ 高一想讲，虽然来买狮的人真多，不过官方这几年的法规有较严，真就是爱事先登记，就要互政府检查饲的环境，不过一般拢无严格执行。专家讲，虽然狮有当时看起来真温顺，不过有关是几落百公斤重，有保产也无本能的野兽，若是大规模进口加饲这款野兽，无论是对动物福利、生态平衡、加公共安全，拢是真严重的问题。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辑。天气报你知，今仔日苗栗以南、偏湖、金门甲马祖拢会落大雨，也若其他的所在是好天烧热，过道可能会落西北风。提醒乡亲都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再来，咱来看今仔日各地温度。北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5度；中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2度；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29度；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3度。来看外岛地区。26度至32度，也阁有这3日的气象。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丹尼，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